后来继续来看，民众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进前到杜拜来参加到联合国的气候峰会，今仔日已经回国。针对外界质疑，讲伊好野人的背景，恐惊会害国问题的少年选票来帮盘。吴欣盈是来反呛，讲总统蔡英文的架势嘛真好，当时选举嘛无人质疑蔡总统想要服务的热情。那有关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吴欣盈讲，过去学生时期，伊拢是用英语来辩论，不过这届的辩论会，伊会用中文来应战，希望会当成功来传送理念。真久无看吴欣盈回来下进前到杜拜参加联合国气候峰会，经过10天的国外行程，今仔日下晝5點多返來台灣，一個飛機就隨中到入園。這陣馬攏佇咧國外拼外交的戲，返來台灣了後，參選的資格嘛確定過關。申報的部分還是在整理當中，對，依照規格要求在辦理當中。只是伫咧國外這幾天，敢講嘛是伫咧準備辯論，畢竟剩報告一個月，副手辯論伫咧1月7日就要上場。其他的候選人都是政治老手，學生的時候呢，從這個辯論啊、演講，當然是用英文比較多，希望不要用中英台，可能就是用中文跟大家把我一些理念之後，在辯論的時候跟大家分享。伊的意思敢是反對用華語辯論，對家己較不利。畢竟民進黨對手蕭美琴的英語嘛是溜溜，佢只是希望用英語來辯論。英文的方式來進行辯論？哦，不用，就是對，請大家多多包容。唔過吳欣盈愛煩討的可能個負要如何替國問題個少年選票，國問題過去的目標佔1分數。吳欣盈的財團背景，恐驚破壞國問題的認識，造成趕票效應。少年選票可能會因為安尼幫盤。蔡英文總統他的家世背景也非常好。那當時在選舉的時候，我也不覺得說，因為他的家世背景而對台灣想服務的熱忱而得到任何的質疑。吳欣盈返來台灣了後，笑容變較濟，回歸選戰的節奏，親身受訪問來回應記者問題，敢若嘛是想要對國展現伊心意。Hello， 我是蔣新梅，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